廣州武警醫院就收治咗一名嚟自花都嘅男子，佢傷得真係幾特別嚇，而且咧我仲有啲唔好意思講添，事關佢踩單車出門口嗰陣一個唔小心，結果竟然咧將睾丸撞甩咗，點解會咁嘅咧？小優同你講講。瞓咗喺病床上面嘅呢一位就係呢一次意外嘅主角小潘，佢今年19歲，啱啱從修車行辭工翻到增城正果嘅家中待業。發生意外嘅時候，佢正踩住單車去幫媽媽做農活。係同我整果樹草，踩單車去幫手，佢哋話阿媽我叫你整草，我話好，但每一次翻去都同我整草。踩單車跌咗一嚿。係點樣發生嘅？佢點解就剎車。突然之間冇咗就跌咗。小潘話俾記者聽，事發嘅時候佢正喺一個斜坡向下行，車速越嚟越快，佢嘗試剎車減速，就發現剎車失靈啦。最後因為躲避不及，小潘連人帶車高速當中撞上咗路邊嘅一棵大樹，並且重重咁跌咗喺隔離嘅花壇嗰度。我就懷疑係框就咁篤穿咗夾硬壓條褲壓爆咗，可能個樹枝框到個親子嗰度就又出嚟咗。未跌咗出嚟啊！個手就斷咗。隨後小潘嘅同伴馬上為佢叫嚟咗120，但去到增城某間醫院嘅時候，醫生亦都被呢一種狀況震驚啦。為小潘做簡單嘅處理之後，又馬上將小潘轉送到武警醫院。未帶個醫生剪咗，就係咁包住落嚟。落到嚟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可能會剪咗個親子嘅喎，咁嗰陣時我心真係好受。小潘嘅媽媽表示，對於農村家庭嚟講，長子嫡孫好重要。雖然屋企入邊已經有個17歲嘅老二，但係如果老大出咗事，佢哋一家都冇面活落去啦。最後記者亦都向小潘嘅主治醫生諮詢過。他應該是騎了一部自行車吧，應該是從上坡衝下來，可能沒有剎車，可能也沒有注意這個單車的狀況，然後就衝下去撞在樹上，然後他的這個下半身的一些這個臟器就掛在這個自行車的龍頭和這個三腳架上。就導致了一個比較叫做猛烈的一個撞擊和一個撕裂傷，導致了他的這個男性的這個陰囊的破裂，然後整個睾丸臟器從這個體內都滑出來了，都衝到體外。黃醫生就表示，接到病人之後，佢哋馬上為佢進行陰囊血腫清除同修補手術。目前患者仍處於觀察期，情況仲算穩定。是把它掉出來的那一次，現在又放回去了嗎？把它掉出來就是對，沒錯，就把它的臟器啊，這個我們沒事，這個都實事求是，這個睾丸臟器跟我們其他的腎臟和都是人體的一個臟器，它破裂了，我們把它修補好以後，把它這個血管出血的結紮，那麼剩下的這個有裂開的血管把它修補好，再把它重新回納出去，對它的性功能方面不一定有影響，就對它的以後的這個生育啊這方面有些不確定的因素。而當記者問到咁樣嘅情況發生嘅機率究竟有幾大，點解踩單車撞車都會造成咁嘅後果嘅時候，黃醫生就解釋話：像這樣的情況啊，就是我們來的時候，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它是一個自行車的這個傷害，想到它的這種傷害有時候比我們接觸到的一些汽車或者摩托車這種車禍的這個傷害的這個程度還要大，就感覺到就是在自行車上也會導致這樣的情況，確實是不多見。但是呢，也提醒我們就是這個年輕人啊，確實在這些方面，這個交通方面，不管是自行車好，摩托車也好，確實要注意啊，不要這個頭腦發熱，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時候它帶來的損傷，給自身損傷，甚至給別人帶來的損傷是相當大的。嗱，真係人有旦夕禍福啊！希望呢位老友記早日康復啊嚇！